华视在地新闻，乡亲大家平安。行政院开记者会，确定到10月份要来推出到5倍券，这个各部会嘛拢会推出到农游券、动资券、艺放券、客庄券，另外阁会新推出到爱玩券、好食券、国民旅游券等等，总共超过7300万份的优待券，要鼓励民众来消费。另外，为了要鼓励大家多多来使用到数位券，政务委员唐凤嘛设计到 App 的平台。讲这个数位券的优待会比纸本券搁较侪。不管是数位券，或者是纸本券，拢伫9月下旬开放登记，10月初开始领、开始用。使用的期限到明年的4月30。嘛，唔免像过去安尼，爱搁来付1000块的现金咯。5倍券比照3倍券的模式，无排付大家拢有。无共的是，5倍券民众唔免付钱就会使领。一透早，相关部会首长伫行政院议会做会讨论，已经定案。9月下旬出门登记，10月中旬会使领，会使使用，期限到明年的4月30号为止。纸本券无200块的名额，民众会使摕身份证或者是健保卡到邮局，或者是伫官网注文了后，到指定的超商店家来领，嘛会使把做数位的。选数位的民众会使把信用卡、电子支付、悠游卡和一卡通，嘛有加合作伙办的。为了鼓励大家用数位券，政务委员东方买设计 APP， 会有一寡电子的优惠。9月下旬，无论是数位的绑定，或者是纸本的预定的这个程序，它最后一个程序就是问这个绑定或预定者说：“这10个或更多的这些加码券，你要勾选哪几个，然后来加入抽签。”所以勾选是在同样一个平台。倒一寡电商会当用遥长来评估。除了去年的艺放券、动资券、客庄券和农游券以外，今年阁新推出好食券、购物券等等，总共有超过1300万份。好食券，还有鼓励大家进行国旅的国旅券，还有地方创生券，公股银行也有一些针对台湾配的一个加码，希望会当透过5倍券刺激经济，抢滚。